祝大家咧就馬運亨通啦，合家平安，生活愉快，同埋最緊要係身體健康。睇下有冇音樂先啊！今日凍咗啲喎，我着少咗衫啊，所以好凍啊而家。咁啊，睇下你哋可唔可以俾你哋嘅熱情咧，可以俾翻少少溫暖我。多謝多謝。係咪都唔得啊？唔得，我要清唱㗎嘞噃。參唔到啊，因為咧我自己參加中年好聲音咧海選咧，我係清唱入圍嘅。咁我唔知使唔使而家要清唱。我哋俾啲鼓勵俾我同學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因為我哋歌手咧會遇到好多情況。呢啲突發狀況。人生又似是風飄送，誰會自是風莫停？流浪在歲月長長裏，化作多少潮水。時光能帶得悲傷去，還帶走舊歡思幾度。前路漸已現形登記，重尋在歌聲裏，歌聲中帶着情侶，心中結玉解憑誰？情緣任山聚，聚散不肯碎，悲傷蘊藏心裏。時光能帶得悲傷去，還帶走舊歡知幾許？前路現已現形登記，重尋在旋律裏，縱有歡喜，難免絕無掛慮。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，總算是歡笑多於喜懼。人生不免崎嶇，難免絕無掛慮。既是同舟，在獅子山下且共斟。拋棄區分求共對，放開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相隨，無畏更無懼。處看各天邊，得啦！